大腦 （brain） encephalon 係中樞神經系統 （central nervous system） 以至整個神經系統嘅總部，掌管住思考、意識、知覺、判斷、計劃、情緒等等。成年人大腦嘅重量佔體重 2% 左右，大約 60% 係脂肪，剩低嘅40%包括咗碳水化合物、蛋白質、水、礦物質、腦部神經同血管等等。同身體內其他器官唔同嘅係，大腦嘅能量儲存有限，大腦消耗嘅能量佔身體能量嘅 20% 左右。腦分為3個區域，分別係前腦 forebrain、腦幹 brainstem 同小腦 cerebellum。前腦由大腦 cerebrum 下方嘅海馬體 hippocampus formation， 內側嘅大腦基底核 basal ganglia 同間腦 diencephalon 所構成，而腦幹由中腦 midbrain、腦橋 pons 同延髓 medulla oblongata 所組成。大腦仲包含4個相互連接嘅腦室 cerebral ventricles， 腦室充滿咗液體。大腦 cerebrum 係腦部最大嘅部分，由灰白質 grey matter 即係大腦皮質 cerebral cortex 同位於中心嘅白質 white matter 所組成。白質由神經纖維軸突 axon 組成，神經纖維被髓鞘 myelin 包裹住，髓鞘含有大量脂肪，形成保護層同絕緣體，確保腦神經能有效傳遞信息。灰白質由樹突 dendrites、細胞體 soma 同突觸 synapse 部位組成。大腦皮質平均厚度只有3毫米，皮質高度摺疊，要令到皮質神經元嘅區域比未摺疊大4倍，而並冇增加到大腦嘅體積。大腦控制住感覺 sensory 同運動 motor 信息，有意識同無意識嘅行為、感覺、智力同記憶。大腦分為左右大腦半球 cerebral hemispheres， 左大腦半球控制住語言同抽象思維 abstract thinking， 相反右大腦半球控制住空間思維 spatial thinking。 右大腦半球控制身體嘅左邊，而左大腦半球就控制身體嘅右邊。左右大腦半球活動由大量嘅神經束稱之為辨底體 corpus callosum 所連接住，以促進高階認知能力嘅發展。人嘅大腦皮質大致上分為7個區域，其中4個區域位於大腦嘅皮質，以覆蓋大腦嘅頭蓋骨而命名，包括咗額葉 frontal lobe、頂葉 parietal lobe、顳葉 temporal lobe 同枕葉 occipital lobes。額葉負責運動功能、語言及認知過程，例如執行能力、注意力、記憶、情緒、性格、自我意識以及社會同道德推理 social and moral reasoning。 頂葉負責處理視覺、聽覺、運動、感覺同記憶功能，而顳葉喺聽覺、空間同視覺感知扮演住重要角色。視覺皮層 visual cortex 位於枕葉，負責處理視覺信息。布羅卡區 the Broca area 位於左額葉，負責言語嘅產生同發音，而位於左顳葉嘅韋尼克區 Wernicke area 負責理解口語同書面語言，而其餘3個區域就位於大腦嘅內部，其中島葉 insula 又同額葉、顳葉同頂葉嘅皮層相連住。島葉對味覺同感覺運動處理，風險回報行為 risk reward system， 自主神經、疼痛路徑、聽覺以及前庭功能 vestibular functioning 好重要。大腦基底核 basal ganglia 係大腦皮質深處嘅一組細胞核，佢具有多種同獎賞 reward 同認知 cognition 相關嘅功能，但主要係涉及到運動控制，並且同小腦 cerebellum 一齊工作。大腦基底核嘅神經節有助於調節肌肉嘅張力，並協調輔助運動，例如行走時擺動手臂以及說話時做手勢。大腦基底核最常見嘅疾病就係帕金遜病 Parkinson disease。間腦 diencephalon 位於腦幹 brainstem 上方，左右大腦半球之間。間腦由上視丘 epithalamus、視丘 thalamus、底視丘 subthalamus 以及下視丘 hypothalamus 組成。視丘係間腦最大部位，
視丘嘅主功能係充當大腦皮質同唔同皮質下區域之間傳遞信息嘅中途站，佢參與咗控制骨骼肌協調。下視丘係內分泌系統嘅大腦，調節腦下垂體前葉嘅功能。下視丘亦調節好多身體功能，包括咗身體內嘅水平衡、自主神經系統、飲食系統、產生同調節生理時鐘、circadian rhythms、體溫、情緒行為等等。底視丘係介腦最複雜嘅部分，佢涉及軀體運動功能嘅整合。而最後上視丘係介腦最背側同後部嘅部分。上視丘分為咗松果體 pineal glands 同姜核。松果體係一種分泌腺，分泌物褪黑素 melatonin 喺生理時鐘上扮演住重要角色。海馬體 hippocampus 一詞源於希臘文 ，hippo 係指馬，campus 係指海怪。海馬體係顳葉內側嘅 S 型結構。海馬體係人腦嘅 first drive， 通常同記憶牢固同埋決策相關。佢都係邊緣系統 limbic system 嘅重要組成部分，係調節動機 motivation、情緒、學習同記憶嘅皮質區域。腦幹 brainstem 充當連接大腦同小腦 cerebellum 同脊髓 spinal cord 嘅橋梁。腦幹係執行自主功能 autonomic functions 嘅主要中心，例如呼吸、溫度調節、心率、覺醒睡眠周期 wake sleep cycle、咳嗽、打乞嗤、消化、嘔吐同吞咽。腦幹由3個部分所組成。中腦 midbrain 位於腦幹嘅頂端，佢涉及多種功能，包括運動控制 motor control， 特別係眼球活動以及視覺同聽覺處理。腦橋 pons 係腦幹嘅中間部分，負責協調面部同眼睛活動、臉部感覺、聽力同平衡。圓腦 medulla oblongata 位於腦幹嘅底部，調節呼吸、心跳、血壓同吞咽。小腦 cerebellum 控制隨意活動 voluntary movement 嘅協調，並接收嚟自大腦同脊髓感覺信息，以微調活動嘅準確性同精確性。小腦亦有助於各種嘅認知功能，例如注意力、言語同埋記憶。人嘅大腦係非常脆弱，佢完全被包裹喺頭骨裏面，以保護佢免受損害。為咗提供更多保護，大腦被3層腦膜 meningeal layers 所包裹住，分別係硬腦膜 dura mater、蛛網膜 arachnoid mater 同軟腦膜 pia mater。即使係咁，大腦周圍仍然有空間令佢容易受到傷害。腦室系統由4個腦室所組成，包括咗2個側腦室，分別坐落於左右大腦半球。第3個腦室位於間腦，而最後第4個腦室就位於後腦。每個腦室都有脈絡叢嘅所在地，脈絡叢負責腦脊髓液嘅合成。腦脊髓液穿過腦室，最後喺蛛網膜下腔包圍整個大腦。腦脊髓液功能包括咗保護大腦同脊髓免受創傷，為神經系統組織提供營養，以及清除腦代謝廢物。